228事件79周年，今年中秋纪念仪式办伫咧高雄历史博物馆。遐伫咧1947年是发生武装镇压事件，造成严重的死伤。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到英台早起是到南出席，甲维属做伙对事受难者。片面类似228事不幸的事件，历史重演。228事件教示咱啊。 民主从来毋是天顶拨落来礼物啊，是每一个世代台湾人必须要用生命守护、看顾的责任。咱只有诚实面对历史，追求真相，才会当真正实现社会和解，打造一个和諧、公义、有尊严的国家。 总统赖清德伫会中演讲，会继续探究228事件甲白色恐怖。228基金会表示讲，会来追查、公开真相，深化台湾的民主。